武财神要想到赵公明啊，商朝末年，因为跟那个周武王对抗，他的帮商朝纣王的大将赵公明，他是忠于国家战争而牺牲了。嗯，后来被姜太公呢在岐山封神，封为武财神呢。玄坛元帅武财神赵公明，还有财神也还要想到范蠡呀，春秋末年的范蠡，越王勾践的大臣呢，范蠡陶朱公，据说姓陶，然后到那个不对，姓朱啊，到那个陶地名叫陶的地方，做生意赚大钱，人称陶朱公。另外还有什么比干哦，还有谁？吴王出，伍子胥好像也是财神。